我的飞行图书馆内底有真侪足好听的故事哦，咱做伙入来看卖咧。你的天气哦，拢足大粒足大粒的，敢要画较细粒的？无啊，我要画3粒4粒。啊，5会当有啥无？会当啊。阿姨咧，画伫天顶，我应该去倒位？精彩，乐乐的飞行图书馆，小酒来去 ，follow me， 陪你看全世界里，哔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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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地球人就过来，哔哩哔哩哔哩哔，广告要开始 ，Are you ready？ 乐乐的飞行图书馆，去飞。嗨，乐乐你好，大家好。我是英英阿姨，我介意甲纸笔早咧世界旅行。嗨，崔阿姨你好。今仔日要来分享的绘本是《阿嬷的记忆树篮》，故事的主角是兔仔摩基尼，甲伊的阿嬷。我上介意兔啊！阿嬷的记忆树篮有啥物咧？敢有野狼？咱做伙来看卖，这是摩基尼因兜，厝内有啥人咧？有阿爸，有阿母，有摩基尼，阁有阿嬷。摩基尼哦，上介意阿爸，伊嘛最爱阿母，毋过伊上爱就是阿嬷。阿嬷上赞啊，伊啥物都会晓，会教摩基尼种菜头。编花裤、理草篮、甲车碰洗，如果甲摩基尼小鹿兔仔架板跳环，乐乐，你会晓小鹿兔仔架板跳环无？小鹿兔仔跳，敢会是安尼？我感觉乐乐哦跳得足赞呢。唔知啊，是唔是阿嬷教的小鹿兔仔跳法同款哦？咱做伙来看卖。小鹿兔仔跳真正足古锥的。阿嬷唔哪教摩基尼小鹿兔仔跳的架板跳法，如果甲摩基尼讲，伫咧树篮内底若拄着狐狸，就爱细字，是讲唔通甲所有狐狸拢当做歹人。虽然家己饲是好朋友，嘛要注意伊长长的脚爪哦。哦，足奇怪的，既然是好朋友，是安怎阁爱注意咧？你想看卖？伊应该是袂记你加整假啦。阁想看卖？哦，敢是因为朋友定定会做伙耍，有时阵会无细力去伤害着对方。我感觉乐乐讲得真赞，我嘛赞成你的看法咯。摩基尼的阿嬷真正足有智慧的，有一个这么赞的阿嬷，摩基尼哦真正有够幸福呢。不过阿嬷最近变甲真奇怪。伊定定咧袂记咧物件，伊走去房间找鼎，走去灶骹找器皿。阿嬷嘛定定分袂清楚物件的名。伊甲落地啊讲做拖啊，甲拖啊讲做布女啊。摩基尼哦，拢会甲因阿嬷斗找物件，毋过状况愈来愈严重啊。摩基尼足烦恼，伊足惊有一天阿嬷会甲伊放袂记的。较早摩基尼甲阿嬷，逐工拢会做伙去树篮内底散步。树篮就哪像阿嬷甲摩基尼的大花园。
毋过即马阿嬷定定咧树林内底找无路，连转找路拢袂记住啊！阿嬷真伤心，真受气，伊感觉家己变做无路用的老阿嬷。大摆阿嬷咧伤心的时阵，毛吉娘都会对你伤心。所以啊，毛吉娘甲阿嬷讲，我会逐工带阿嬷来去树林散步，再搁带阿嬷转来，我要甲你斗会记所有的代志。后来毛吉娘真正就拍拼咧甲阿嬷斗相共。毋过，阿嬷的记忆就若像豆豆共款，一片一片拍无去。过无偌久，阿嬷连毛吉娘嘛袂记住啊，伊袂记毛吉娘的名，嘛袂记家己的查某孙。毛吉娘就生气，阿嬷哪会当甲伊放袂记的？阿嬷哪会使袂记毛吉娘呢？伊是阿嬷上好的佚佗伴，即嘛阿嬷所袂记的。连因之间所有的秘密嘛拢袂记住啊！毛吉娘足烦恼的，阿嬷是毋是无爱伫伊啊？哪会安尼？阿嬷明明和毛吉娘遮尔啊好，阿嬷是毋是破病啊？阮阿公有失智症了后，伊定定袂记得阮的名，有当时啊，还会感觉阮都敢若是一只船。是安怎会感觉出来哪一只船呢？听阿爸阿母讲，伊有当时会讲，我会去甲船长报告啥物代志。安尼表示有可能恁阿公较早伫咧船顶生活过，对无？对。我嘛来问看卖妹妹，若阵阿公足伤心，也是足生气的时阵，你敢会对你感觉伤心甲生气咧？无，因为我甲伊无啥熟。其实遐个代志拢是阿爸阿母甲阮讲的。我希望有一本册会当互囡仔了解，虽然即款的病袂好，毋过破病的人并毋是真正想要甲咱放袂记住，因是想袂起来，想要放袂记住，甲想袂起来无共款，对无？我感觉这足重要的哦。我就想要做一个甲即本册念互大家听，毋过我搁较希望恁会当家己去看绘本哦，因为这内底有真侪图甲文字的秘密，都要看册才找着看会着哦。我发现啊，崔阿姨敢若有一寡所在袂记得插色啊，亲像是菜头园内底还阁有白白的笔记纸。是安怎伫餐地遐会加一张纸？这内底吼，毋若加一张尔哦，是有一张、两张，甚至3张。恁感觉餐地啊，敢会干那一个色？袂啊！餐地内底有足侪细细的物件，有足侪款的色水，对无？老师伫这本绘本内底，用足侪角度的手路来完成图面，亲像阿嬷的微丝裙是用布搭起嚟的，妈妈的帽仔甲裙嘛是用布甲搭起嚟的哦。连围巾啊，嘛是用真正的碰色相片搭起嚟的哦。这我知，迄电话后壁毋是有写一个名？对，拢是用角度的。是安怎你认为起伫是豆豆？老师，我会当先讲看卖无？因为我感觉一开始大家毋是拢会晓豆豆，等豆豆斗好势，才搁甲伊用雨伞。我感觉拄开始咧成长的时阵，就是咧豆豆，落尾才搁甲豆豆拍雨伞，就是4月症的时阵，会慢慢啊，甲全部的豆豆拢拆线，放倒去阿巴底。安尼大概就是咱人一生的成长过程。我感觉你讲得真好哦。我会讲是豆豆，嘛是类似这款的原因。因为咱伫咧大汉的过程中，会拄到愈来愈侪代志，会识识愈来愈侪人，嘛会学晓愈来愈侪物件，对无？
所以啊，恁敢有发现家己为足单纯的囡仔人，变做愈来愈丰富、愈来愈有能力，会晓的物件愈来愈多，会当做的代志嘛愈来愈多。本来是细细目的豆豆，毋过即马你变做愈来愈大把。你即马即张豆豆愈来愈大片，愈来愈丰富，愈来愈成熟哦。是安怎有字啊？无见你明明咧哭，哪会煞变做哪咧落雨咧？我就介意用落雨去比喻哭甲足伤心的，因为咱人咧哭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，为上顶悬的迄支头毛，一直到你的骹枕头啊，规身躯拢足伤心，拢咧哭，因为你伤过伤心嘛。这个时阵，你会感觉全世界拢伫咧落雨，所以当我要为一个人哭甲足伤心的时阵，我就会用落雨来表现伊的心情哦。是安怎有字啊？无见你遐大汉，阿嬷遐尼细汉。无见你是毋是想要像大人共款照顾阿嬷？哇，豆豆讲甲足好诶！阿嬷的体格应该比摩基尼较大，对无？因为阿嬷是大人，摩基尼是囡仔。毋过阿嬷破病了后，身体真虚懒，感觉无瓦靠的时阵，伊敢会感觉家己变得足懒足细。而且摩基尼决定要保护阿嬷的时阵，伊的心变甲足勇足大。所以啊，甲摩基尼画较大汉，阿嬷画较细汉。其实毋是为因的身躯，是为因的心理，看谁较坚强，谁较勇大哦。我真正足介意阿嬷的记忆像那这本册呢，故事册每一百图拢有伊后壁面的故事，我要甲收藏伫乐乐的飞行图书馆内底。咱后届爱过来做伙分享好听的绘本故事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影片看完啊，有介意今仔日的故事无？爱记得互目睭休困一下，后摆才搁做伙来飞行图书馆听故事。拜拜。